OK，各位，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可以送个小红花，或者是送个大火箭之类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好累啊，终于直播完了。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？什么啊？哎，我才刚下直播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叫到我抱抱，怎么了？又受委屈了？说吧，今天和姐妹出去，她们又怎么刺激你了？啊？哎，我知道的，下次啊，我带你一起出去，给你长长脸，啊？哦，亲爱的小家伙，你怎么这么可爱的？来，让老公亲一下。好啦，那现在呢？你要干嘛？啊？等一下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还没吃饭啊。现在不要啊，没力气啊，不想跟你那样。怎样？哎，很累的，跟你讲。我数你跳绳，一二三四，我一直要盯着你看，哎，真的很累哎。而且，你上次跳绳的时候，人家楼下邻居还过来投诉了。哎，换一个啦。好了，先不闹了，我要去做饭了。你要不要吃啊？哦，吃过了吗？行吧，那我先去吃东西了，然后过一会儿我就来陪你玩。哎，怎么了，小家伙？今天怎么这么喜欢抱着我？你还不让我吃饭啊？想饿死我啊？啊？好啦好啦，你要怎么样我都答应你了。哎，拉勾勾拉勾勾，好吧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吧？你来说。好，变了就是小懒猪，盖章成功哦。那现在，我的小朋友，我可不可以去煮饭吃了？嗯，饭和你都重要了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的，让我不吃的话，我怎么可能？哎，你这是怎么个装扮啊？我吃了个饭回来你就这样子啊？哦，房间里还挺香的。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这么精心打扮呢？啊？好了好了，那我先去洗澡。洗完澡，我再来找你好好的聊聊天。好了，洗完澡，所有的事情啊，任你安排，行不行啊？真的是。喂，你不要看了啦，我都看到你的黑影了，好吗？快点回到床上去，真的是，不要让我抓住你，抓住你，当心我欺负你啊！哼，我洗完澡了。哎，你怎么？你怎么了？怎么趴在地上睡着了？哎，这小猫咪啊，真的是，刚才呢活蹦乱跳的，等我洗完澡，居然又睡着了。哎，你说你笨不笨啊？啊？哎，
好重啊！趁你睡觉，你也没有听到的啊！我把你带到床上去，别着凉了。盖好被子啊！你说说看吧，就怪你，害我刚才白高兴了，真的是活蹦乱跳的。我以为今天你有什么惊喜呢，那结果你就睡觉了。没办法，看样子我今天又只能找我的手机来陪我过一夜了。唉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游戏打起来吧。嗯，我的屏保怎么被这小家伙换了？什么啊？59加1等于几啊？等于60啊？还能是什么？真的是，开锁开锁。啊？就知道我是直男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就是要嫁给你。傻瓜，你不就是已经嫁给我了吗？唉，一辈子怎么够啊？我要永永远远。啊，早点睡吧。我呢，现在就要和我的手机过一夜了。你呀，头上就是青青草原啊。我吓死我了！我怎么没有关声音呢？天哪！没有吵醒他吧？没吵醒就好，那就没事了。唉，睡得跟头小懒猪似的。唉，你看看我，今天又只能跟游戏在一起了，又只能跟游戏过日子了。你就不能晚点睡的吗？唉，不过王者荣耀真香，我正好可以练练英雄。哎呀，今天努努力，上了王者之后就不用陪你打游戏了，我就不会掉分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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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像有杀气啊！哎，宝宝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啊？这是误会，我怎么可能在打游戏嘛？你别抢我手机，这要掉分的，你不要抢。好了，我以为你睡着了，我就打算今天和手机凑合过一晚呢。我当然没有怀疑你，当然没有怀疑你今天精心打扮到底是为了什么嘛。我还高兴了一下呢，然后你就睡着了，不是我的错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吧，我这个月还是向我朋友借钱充的战令皮肤，你下个月不给我发钱的话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兄弟会追着我打的。啊，老婆睡好了，宝宝，那个59加1是不是啊？对我的表白啊？啊？你等等等，你又羞羞脸了。来，老婆再抱一下，来，最爱你了啊！干嘛？你的小脸蛋除了我，还有谁可以碰啊？当然是没有啦。所以我亲2下走了，不可以吗？啊？你要是再多嘴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就
我就把你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啊？啊？什么叫做只有耕田耕坏掉的牛，没有耕田耕坏掉的田呐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么没用吗？还是说啊？不说了，害羞。那就来试试啊！啊？你有没有听到声音啊？我好像听到电脑里面传出来别人刷火箭的声音啊！我忘记关直播了，我们现在都是直播。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宝宝，现在我先拖住，你快点下床，把电脑的那根线给我拔出来，这样就当没有事情发生。快！吓死我了，宝宝，太危险了！我要是没关直播的话，真的犯大事了。咱们俩还好有那个火箭的声音。哎呀，快过来，宝宝。那现在就真的只剩我们两个人了。啊？你是说我这头牛会累坏，还是你这根田会被我跟的连庄稼都种不了？啊？哼！我对你那句话有着严重的质疑，所以我要真实的来感受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来了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